短金，不是钣金。恰哥，我会永远做你的米粉。我觉得恰哥是一个很谦虚、很自律的选手，然后没有明星的架子。希望恰哥你退休之后可以继续朝你的目标前进，加油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贵贵。我觉得我是100%有信心，我们今天会双赢、双喜临门。其实我跳啦啦队这么多年，但我只有在球场上遇过，不是球场，在走廊上遇过恰哥一次。而且恰哥虽然不要看他眼睛小哦，他居然发现我前一天是卷发，然后他遇到我的时候是直发。所以其实恰哥他应该是一个蛮细心的人，他都会观察很多小细节。我觉得恰哥一直以来都很辛苦，因为他毕竟是我们的指标人物，然后他一定身负着很大的压力。那么未来您在转换跑道之上，辛苦了，这段时间辛苦了，然后也希望未来你可以一帆风顺，然后会有更好的路等着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群群。我有什么期待？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再一次抛下彩带，因为我之前2016年的时候曾经抛过一次，那一整片的黄海其实是真的非常令人感动，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天一定可以的。恰哥，我们通常都是在走廊上相遇，就是他其实是一个算我觉得蛮害羞、蛮腼腆的，对，就像个大男孩，就是因为我们都会很热情的跟他说恰哥好，然后他就会这样。然后就走掉了，就很害羞，就蛮可爱的。其实我一直很敬佩，就是恰哥的精神。毕竟恰哥在当球员的生涯这么多年，可是就是虽然我没有经历过他最辉煌的时期，但是现在就是近几场赛事，他都还是一直很努力、很拼劲，就是该跑、该扑、该冲的，他都有做到。就是我觉得这是很难能可贵的，就是也很期待恰哥往后在棒球路上带给我们不一样的，就是更棒的内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Passion Caesar， 请大家为中信兄弟加油！谢谢恰恰。尽量。